高雄伫今仔日增加一个本土病例，是高雄港工作人员的家属。为着要防止疫情拖开，高雄市政府连续2天伫港区附近开8个体检站，港区的工作人员伫咧开工进前拢爱做体检。另外，因为昨出现一位放港的确诊，高雄港其他41名放港的人员也拢爱体检2摆，希望这疫情莫过来拖开啊。 初七透早，高雄港码头甲货柜中心体检站出现真侪人排队等要体检。市府这2天伫港区设置8个体检站，要求港区人员开工进前全面体检，若无就袂当入去港区做工课。不过高雄也是增加一位确诊者，是进前港区人员的家属，解除隔离的时阵才发现确诊。他的感染来源是主要是18490这位个案，他们是同住家人。 那它的 CT 值30.4，那匡列时间是1月24号，那在2月6号就是在隔离13天，第13天采检。市府表示，初七新的确诊者较无社区传染的风险，不过初6出现放港的确诊，互市府较紧张。目前考虑的人采检拢无问题，若是甲其他放港的拢考入来，外界烦恼会影响到高雄港的运作。他如果再有旁边的其他饮水人再被匡列的话呢，那饮水人可能就人数就会减少可以工作的人数就减少。 那你减少量再大一点的话呢，几乎就高雄港就会可能就会变得很慢啊，或者是甚至停摆都可能。李署长表示，加在这位放港的是休困3天的时阵确诊，高雄港这2天会调回全部放港转来体检，刷落来搁爱第2摆体检，希望开工了后疫情莫搁扩大。记者邓家文、罗维做高雄报道。